菲律宾伫顶礼拜指控中国海警船挑故意去攻击菲律宾的船只，而且是过至5月，也是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军事演习的时间。这礼拜因的演习的区域就伫李宋岛的北边，正靠近南海和巴士海峡。 大口径的榴弹炮向海面进行射击，沿着海保部署的步兵也以反战车飞弹等武器，模拟攻击为海面来袭的敌军登陆船舰。甲美国有协防条约的菲律宾，这礼拜的演习项目是反登陆甲倒数夺回。 为4月初到5月初早，美菲两国进行一连串的海军演习，包括澳洲、法国、日本等国，先后加入无同阶段的操演项目。虽然顶礼拜传出中国海警船以大江水攻击菲律宾船只的事件，当拄着演习期间，南海局势看起来是渐渐的紧张，也毋过毋但菲律宾当局强调，有缘会甲中国保持外交沟通。参演的美军也指出，演习无针对第三国。 The objective is just to further support the Philippine Marine Corps' archipelagic coastal defense concept. We have a platoon of Philippine Marines here with us that our U.S. Marines are training alongside. 另外一边的对立情势更加紧张，地点是朝鲜半岛西边的黄海海峡。一只澳洲海军直升机伫国际海峡顶面，和中国派出战机拦截。澳洲指控中国战机伫澳洲直升机的飞行路线头前放有危险性的热键弹。好在在澳洲直升机紧急闪避，人甲直升机平安。Australian Defence Force personnel were going about their job. Their job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but also in international skies, to support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sanctions that they have against the North Korean regime. 澳洲已经透过外交等各种管道向中国表达强烈抗议，也毋过中国是反抗澳洲借机会惹事，以执行联合国任务为名，逼近中国领空，引起中国反制。公司新闻旗下人编译。